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神。今麦讲到大不列颠日不落，女王毕竟人生来到屏幕。那么除了握手翕相，女王还佫有啥物路用？哪会悲伤来套全国？方式敢是真正无路用？但是全球观光拢要来看女王，一年几百亿通好趁观光。那么继任的查理三世，敢会继续这个英国？大英国协从此会走入历史当中吗？咱来看卖。今日来到咱现场的头一位是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的研究员廖福特。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咱文化大学新闻学系的副教授陈惠荣陈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惠荣。那么第三位呢，在咱线顶所等待的是来自英国伦敦来所连线的罗汉普顿嘅大学的这个副教授林玉维林副教授。事实讲呢，这个英国女王的出殡，真侪世界的政要呢，拢去到伦敦。哦，这个整个伦敦啊，真加紧啊，真侪人啊去甲悼念，去甲念香，去甲排队。那么真侪英国人呢，事实上对着这个英国女王呢，真怀念。咱首先要来请教着线顶的林教授在伊的看法当中，伊认为英国女王做了两项代志，一个就是透明化，一个就是专业化。咱来首先来听林教授的讲话。就是透明化以后，伊甲每一个人咧要做啥物代志，拢安排甲足好诶，所以就是专业化。那像伊咧管一间公司安尼，啥物人爱做啥物代志，所以梅根甲哈利王子交，梅根伊无想要做啊，伊就讲好啊，安尼你莫做啊，但是你遮诶福利你特别当有。啊，譬如讲，伊最近有一个囝交美国诶迄个，美国一个。叫人去 Enterprise 有关系时阵，足侪舆论拢在讨论讲，伊是毋是有交未成年少女有啥物关系？啊，所以伊迄阵嘛是做一个决定，就是要甲因囝嘛是讲你莫阁做啊，你形象无好，莫阁做啊。所以迄嘛是一个专业，就是讲其实王室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伊家己爱扮演的角色。伊毋是干那在开人民的钱尔，伊其实是有做认真在做安尼。所以，譬如讲威廉王子交凯特王妃的时阵，伊就是真一个新的象征，就是专业的皇室人员。啊，嘛是跑摊也是招摊嘛是行程真满安尼，每一日拢真满。啊，有的时阵，因就会。出来讲，我真有新的相片啊！阮今仔日，譬如讲顶礼拜的时阵开学啊，所以，阮后生祖囝拢有新的相片，恁会当用摕去用。所以专业化以后，狗仔若想要去甲伊侵犯恁的隐私权的时阵，因就感觉讲啊，这你是侵犯隐私，因为你的相片毋是我核准的，我就要甲你过安尼。是咱大家看到这个林教授所讲的，关于着这个英国王室透过这个媒体来塑造伊家己的这个形象。陈老师，你的看法呢？我感觉这对英国的王室来讲，伊是一个较好的方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嘛因为伊必须要就这媒体来甲伊做宣传，然后所以就招致了一些狗仔来去。有好有歹。嘿，对。啊，王室伊甲媒体的历史足长的吼，上早就是1932年迄阵乔治五世，就是女王的阿公因为迄阵无电视，敢若有迄拉里奥，广播所以伊就。透过广播第一摆，然后英国的人会使听到国王迄甲因讲话，到1953年，到女王迄加冕的时阵，
因先生家建议的啦，其实是菲利普亲王，因为伊对新的科技伊就有想法的吼，伊感觉讲，咱即马有这电视啊，逐个厝内底拢有电视啊，咱会使透过这电视的迄荧幕吼，然后来去甲英国的迄各个人，然后来去接触，所以迄阵啊，伊就甲女王讲啊，女王当然嘛袂使叫因先生提出来，所以伊就家己甲迄王室的办公室的人讲，但是迄阵王室的办公室的人甲讲，阮建议你上好是莫做这种代志。听讲 Churchill 嘛无赞成。是，因的意思是讲以前。王室像这么重要的加冕典礼，因为其实是神呐，他要去涂那个油，对不对？之后就是一个神钦点的一个王国的继承人，所以这是假新兴的这些艺术吼，不应该这公开，那像好像国家贵宾哪有看到？对，就是迄内底的细节，这样应该是很神圣，不会去让人家看到。但是陆王伊都拒绝哦，他都感觉讲这是我会使做的，所以伊有加有家己的。更改伊就坚持叫 BBC 来做 ，BBC 迄摆伊动用7个评论员，然后转播11个小时，然后整个英国那时候是2700万人收看。真正破天荒哦！是啊，全世界对全世界更多，然后美国，然后所以他不计算全世界，整个英国就有这么多人收看。然后是1953年的时候，所以几乎然后非常成功哦，大家对王室有很大的一个爱戴感啊。自此之后，一方面树立了 BBC 的形象，就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就是让那个。王室可以更接近迄英国的大众啊。1957年的时阵，女王第一摆透过电视伫圣诞节的时阵，甲因全国的人民发表圣诞的谈话。是啊，然后所以也是获得很好的回响。伊这种做几套的。嘿，对。老师，你他讲哈，1953年开始做了加冕的这个典礼哈。其实迄阵时，这边来请教着廖教授吼。迄阵时真正英国是面对着真济过去20年的国家拢甲脱离哦。民主主义真正真澎湃的时阵，非洲也好，卡勒比安也好，其他伊的领地真正大家拢野鸡军啊，要甲伊来销量吼。伊挑工来做这个代志，老师你认为迄阵时大家咧想啥物？我是感觉讲英国女王吼，伊在位遮尔久吼，伊不只是面对英国迄个国民本身尔，伊还面对讲全世界一个真济国家，尤其是咱顶面讲的迄大英国协，以后咱伊变做迄个叫做是国协啊，就是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无迄个大英迄个概念，就是慢慢去淡化嘛吼。啊，毋过我这女王只讲你大概就了解。咱即马英国协内底有一部分的国家，即马也是讲以英国女王啊未来英国国王吼，作为国家的元首嘛，吼。啊，包括这个英国女王嘛是有关系，就讲比如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吼，因这个国家，咱讲啊，是讲有法度，这英国女王靠会调，是啊，这是真真重要的一个代志嘛。就讲有法度靠爱戴，所以讲虽然唔是讲所有的国协国家，拢讲好，伊家己我嘛是用英国女王来作为国家元首，啊，毋过一部分的国家伊阁靠会调。我把这面对这个全世界，讲你这个声望啊，那维持吼，虽然毋是讲纯顶边英国帝国遐尼大遐尼迄落，啊，毋过我变做毋是帝国以后，我感觉哦，靠我英国女王这个象征，感觉我都甲大家靠调的。即我感觉英国女王算讲是做了袂歹的一部分。这部分真成功啦。啊，当然。靠会调嘛，不只是英国女王啦，这嘛个一个政治的决定嘛，一部分真实际的政治的决定，绝对唔是讲英国女王就会使做决定的啦。比如讲，伊的殖民地要独立，要爱独立无，唔是讲英国女王会使决定的嘛。首相嘛，伊嘛是首相，嗰个政治的发展活动吼，才做决定的。啊，不过至少，这英国女王扮演这个象征的意义，对讲代表吼咱传统的英国吼这个国家来去都大家个继续靠调的。再有人讲，咱即摆国协佫存在伫咧。是，老师也有提过一个概念哦，讲吼，英国女王是英国政治体系顶头的一个叫做人类脸孔啦，吼，人类的面章啦。老师来解说这个意义是啥物吼？因就是讲，女王或者是王室因
因为大英国协的一个规个政治体制是就抽象的一个体制，而且一个是跟各个邦国之间啊，各个邦国其实他们就算是 UK 整个联合王国后啊，因内底的语言啦、文化啦、历史啦吼，拢无啥物共款吼啊，而且因中阁有因的历史中阁有足侪迄暴力的成分伫咧内底啊，所以因迄规个政地，你是安怎？你要互即卖的民众，对伊有感觉，然后王室或者是女王伊出来的时阵，伊都是一个 human face， 所以人讲王室是英国政治体制的 human face， 然后互大家感觉讲哦，这有人的味吼，这是人甲我接触，毋是制度甲我体制，毋是一个帝王，毋是一个 authority 安尼，是这个意思啊。咱来看这张吼，这英国王室的尊妃啊，民调啦。顶头讲吼，对英国有益吼，即个红线哦，拢超60%至50%，上低是54%。对英国有害的哦，有认为超10%，吼啊，唔知的哦1%哦，所以呢，真正是对有害也有益的，差不多伫中间哦。这就是对英国王室吼尊妃啊各方的说法。即英国有一个反君主制的即个组织叫做共和国，叫做 Republic。伊发表声明讲吼，宣告新国王有辱民主，哦，侮辱民主啦吼。这是讲了真厉害的即个话啦吼。但是英国大学的学院吼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吼，宪法的专家，这就来请老师来甲见解一下吼。宪法的专家啊 ，Hazel 吼，伊就讲现在在现代英国啊，支持改制共和的人非常少。过去30-40年以来，民调明显维持一致。哦，这会使讲这是英国目前为止，哦，到目前为止，这一步一步，虽然间认为讲要来改制的人啊，慢慢的增加，但是还佫维持某一个程度60-70%吼，所以。这个英国女王的出殡啊，哦，真侪人哦排队啦，哦10几点钟啊嘛是要去看吼。啊，这个象征的这个方式，他拄啊两位拢有讲到，英国女王吼其实真无用呢，吼，伊做一个这个外交的这个手段也好，象征的手段也好，伊嘛甚至在真正重要的时间会来出现哦。林教授哦，啊嘛讲过去啊，伊所观察的。哦，对着这个北爱尔兰，吼，伊的这个讲法，伊的这个态度，咱到底来听看卖。所以北爱的新芬党交迄个IRA， 因伊即几档的选举拢选甲足好诶，所以已经是北爱的应该当是讲主流的声，所以我感觉女王应该是会当伊去访问应该是讲。去了解，而且嘛是去接受北爱人民的声，因为伊一直拢讲，伊是每一个英国人的女王，伊毋是干那少数保守党还是啥物党的女王尔，所以伊会出现，应该是去有一个真大的象征意义，就是讲了解讲你北爱的人想要啥物的生活，想要。啊，我来去甲你支持安尼，所以伊真正是对咱来对迄种英国的价值观的态度，迄方面来讲的时阵 ，British value， 我感觉女王是一个真好的代表。我感觉伊一直在致力于推动英国的公民的迄种价值观，就是包容，啊，佮有尊重。无共的文化，无共的声。他在林教授所讲到这个所谓的 British value 哈，这小等者请廖教授来给咱解说一下，这 British value 跟这个英国王室的关系。但首先要来请陈教授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王室，甚至是英国女王也好，还是即卖这个查理3世也好，因在这个位置顶头，吼。甲各邦吼，譬如讲甲威尔士也好，甲爱尔兰也好，因为这个关系透过什么行动，或者是透过什么过去的这个历史吼来做连接，来做连接，这安怎来处理？包括着这个威尔士亲王，就是即卖查理3世，老师来讲看吧。
其实因为是王室吼，所以因的迄继位，因迄继承的迄顺序，因若是搁用血统来做因的迄依据，所以女王因为因妈妈是苏格兰人啊，所以伊定定个甲大家讲我是半个苏格兰人。然后他在介绍查理王子的时候，迄阵伊细汉的时阵，伊讲 by blood， 他是苏格兰人，在他的血液里面有 DNA。然后呢，再来的话，女王伊就定定去在各个不同的邦国访问，像林老师迄阵啊讲的，比如说北爱尔兰，然后比如说苏格兰，女王就透过比如说夏天的时阵伊爱度假啊，所以伊伫咧苏格兰伊都有一间厝，伊都是伫遐死的，所以伊连家己的死要死伫咧倒，伊拢计划好好啊安尼，然后所以伊就是想要用伊的死放伫咧苏格兰，啊，佮调工迄灵车通过全英国。对，用这种方式来甲大家合作伙安尼。啊，然后再来就是因圣诞节的时阵，因嘛是伫咧苏格兰有另外一个 Sandringham， 就是因王室圣诞节度假的迄所在，啊，伊就伫咧迄村子内底啊，嘛是甲居民然后去做礼拜活动啊，嘿对啊。过来，伊的迄王储，伊就是该封在威尔斯，所以就是威尔斯亲王。意思就是讲，威尔斯你是我下一个继承人生产的地方，这样。一方面就是甲占位啦，就是讲，就是甲讲，对，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讲，你以前威尔斯有国王，但是即马是我英格兰的这个国王伫家啊，但是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对。要甲威尔斯考入来，这种表示就是，你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你对我规个王室的这组织来讲，你是足重要一个所在，所以伊就是用伊家己的旅行，伊家己的物理移动，定定去旅行，去拜访这所在，啊，搁有伊家己王族很重要的王室继承的顺位要封在哪个地方，然后甲这变做伊。王国内底在地理上面，在意义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系统。是，他多林教授也好，还是陈教授也好，拢讲到讲，这个铺排吼，空间、地理、皇帝、媒体来塑造。但是林教授也佫讲到讲4个价值 ，British value。这 British value 包括着4项物件。咱小等来听这林教授来讲吼。但首先爱请廖教授来讲，这个 British value 是透过咱来讲叫做 diversity， 个用稳，个rule by law， 就是法治，个自由，个言论自由，如此这般，甲英国女王是产生了什么关系？我先补充一下，拄我讲迄什么迄个英国女王是安怎有伫迄个有什么 Prince of Wales 这迄度嘛吼？咱对于较正面的看法来看。表面上是讲哇，咱真亲民，咱个对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所在拢真关切，拢真重视。啊，不过你对政治面来看，其实伊有目标的啦。伊是讲迄个，不管你是苏格兰，你是威尔斯、北爱尔兰，拢是我的领土。我是女王，这拢我管的。其实伊最主要其实要伫这个政治目标啦。我感觉亲民其实是基础的，因为我都封 Prince of Wales 威尔斯迄个王子。我都分迄个 Duke of Edinburgh， 就是爱丁堡公爵，也是讲我这迄度，表示讲我才是一个国家的女王国王啦。你这拢是我管的，我感觉这才是伊政治上上主要的目标啦。系啊，表面上讲看起我讲，伊讲伊是要去苏格兰迄个王室迄个王宫，因为热天较定要去遐嘛，因为苏格兰热天较凉嘛，对吧？所以讲我是感觉伤过美化去啦。甲咱讲女王吼，拢讲算好啊，伫遐过身吼，所以讲对苏格兰使用全国考转来安尼吼，我感觉伤过美化去啊啦。其实伊就是生活的模式啦，吼。你也看，英国女王在苏格兰迄王宫对面，就是迄个苏格兰的国会，对啊。为什么设咧遐？苏格兰讲，我就是要设咧你遮，我就是特工设咧你英国女王的皇宫的对面，我要设一个国会。表示讲，我未来我要追求我苏格兰家己的主权独立，互你不得安心嘛哈。对啊，所以讲我感觉这是互动的，吼，有当袂使伤过美化去，有当伤过美化去，吼。第二拄我讲迄 British value，
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一个 politics 的价值，用民主，哦，这是伊过了100年发展。全世界若讲有这个民主的精神，我看英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民主的价值，法治、人权、多元的文化，哦，多元的文化，我是感觉这是英国真重要的，吼。啊，英国女王法都扮演什么角色？其实伊毋是最重要的决定者，我一直在强调这点。即摆现代英国绝对毋是由英国女王来决定事项，尤其是政治事务、甲法律的事务，拢毋是英国女王做决定的。啊，毋过伊咧做真好的象征。我徛出来，我做什么代志，是毋是我都代表咱咱讲的迄落英国的价值，这是真重要。所以讲，我面对有多元的种族、多元的文化，或是面对民主的价值、面对法治的价值，我爱我家己的行为。我的言论是在符合即款英国的价值的，我做法都代表这个国家，所以我是感觉伊是一个象征性。啊，毋过第一讲，我爱维持这个价值，袂用讲因为我去破坏这英国的价值，啊，因为我甚至是在正面，搁较去宣扬即款价值来建立咱英国的文化，甲个价值，吼。啊，我感觉，甲个一点其实足重要，是英国来看英国的发展，英国吼拢真注重传统。像我咧牛津大学咧读书啊，拢有校规无毋对，啊，佮伊来讲，哦，阮传统足重要。啊，问题咧，传统拢随时在变动。你这话安怎讲？哦，这足悬的艺术咧，英国就是讲这足悬的艺术来迄落。拄啊，恁教授话讲吼，英国女王吼，迄个英国皇室迄落专业化，我是感觉无遐尼好啦。啊，毋过是艺术化，因为你要讲专业化，你要有原则有准则嘛。我也知讲，白纸黑字。这个人爱安怎，伊毋得去符合专业化嘛？问题讲英国无迄个遐尼传统的，无遐尼实在的。啊，我要互伊展现讲，我这个王室的成员会使互大家器重，吼。啊，这就是我女王的重要的迄落。所以讲有一部分你袂使，有一部分我搁加一部互你。啊，这是艺术化，当咱维持这个英国皇室的规个传统，啊，毋过有当会使变动。上大一个例，戴安娜。是。戴安娜伊离婚了，伊封迄个 title 是叫 Princess of Wales 戴安娜加迄个名，对。这啲其他无迄个规定啊，无即个规定，无即个例啊，拢全无啊。所以讲，伊随时甲咱维持迄传统，佮随时佮甲你变新的。啊，不过这个艺术化，至少英国女王过了10年来，伊甲迄个英国的方式维持得真好。啊，讲啊，你较歹。你较啉来咧，吼，莫出现。啊，较好诶，等互大家知影，这真正是艺术化。哎呀，我真正去看，英国皇室无一定拢遐尼好哦。哦，因这规家口啊，规口罩吼。你甲一般诶家庭嘛，可能问题共款哦。是讲我作为一个代表全英国诶一个家庭，咱爱有咱一基本诶迄落会通互看诶。老师，你讲到一个趣味的话题吼，除了他小等也专讲来讲这个媒体的角色吼，但是我讲，安尼讲起来，女王敢是完全是一个假咧？吼，去哦，这个背后这个乌手，这个所谓英国的传统来推上，来破坏，伊都家己无个人的意志，敢是安尼？但老师你的看法？就王室因家己的讲法吼，因是一定爱维持中立，所以伊至少即使伊家己有伊家己的意见吼，伊嘛是袂讲啊，伊袂讲出来，所以最有名就是伊过身了后，足侪迄英国的首相讲，因逐礼拜拢爱去见女王，甲伊讲，甲伊讲1点钟对不对？啊，但是迄1点钟吼，讲啥大家拢唔知影，啊，无人甲伊泄露出去，然后也是没有记录啊，然后有一寡首相，比如说 Theresa May， 就是之前的英国的女首相，啊，伊就讲，女王甲伊足侪迄建议吼，伊感觉足好。啊，但是家己互伊啥物建议，其实伊唔知这样，安尼，所以我想伫个宪法上，其实国王甲王室因袂使对政策发表任何的意见，这就是安怎查理3世上任的时阵，大家足紧张。咱看到画面当中吼，老师你看，咱即摆看到这个这女王的这个棺木吼，已经来出庭啦吼。啊，这其实吼，经过这个仪式吼，这嘛要请教老师吼。咱看到这个画面吼，
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学者吼，叫做 Hobsbawm， 吼 E.P. Hobsbawm， 伊讲吼，其实英国王室的真侪传统吼，都是发明的传统。哦，过去在古早也无电视转播啊，也无真侪什么加冕的仪式，就是家己踮咧 Westminster 啊，到即个主教那个命令安尼，即个发明的传统啊，老师会当来回应讲，老师也看法讲，英国其实是慢慢一点一滴变动，但是因会无拢安尼用真绝对性的方式来革命呢？我是感觉，这是英国人一个民族性啦，吼，对顶边足完全的一个君主的国家，变做到尾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就是讲迄个君主，不管是你女王还是国王啦，都拢是变做形式化的。啊，我这个过程唔是用革命的，是慢慢啊，互你减，吼。啊，所以讲我拄仔讲，迄是足重要的重点。英国人甲你讲，咱爱照传统。啊，毋过传统是有可能每一工拢渐渐啊在改变的，所以讲这是足悬的艺术咧。我讲足悬的艺术，啊，这包括迄个嘛，英国的王室嘛，就讲伊就甲你，咱大家拢感觉讲，英国的王室爱足传统的嘛，对无？你拄仔提着讲，你爱照安怎个规定来哦，安怎迄落？问题讲，这个规定是变动的。其实英国女王还是讲国王，其实会使小可调整，吼，我是感觉伊凭。甲日本来讲吼，其实是较松的。伊讲英国女王法度慢慢去做这个调整。日本天皇就袂使有女天皇咧。啊对，所以讲我感觉伊是一个真艺术化的，你讲拄仔讲的创造啦。伫传统的基础迄个之后思想去做创造，对吧？啊，所以这是真正真艺术的。所以讲你唔知影，大家即马在想的是讲，查理三世。未来敢会啥物变动，还是安怎？比如讲，伊讲大家较无法度讲，想讲，这我未来安怎较无遐尼了解。啊，像大家对伊丽莎白二世讲较迄个遐尼爱戴，就讲伊过了10年啊，咱大家拢知影，大家伊的行为的模式，啥物迄个迄个什么内容出现，咱较我都知影，对吧？啊，这是一个你君主变迄个嘛，国王的变动嘛。哦，所以讲英国嘛是讲这个调式讲，咱未来是要看这王室，看这个王室，看这个查理三世，因为迄个基础是要咱迄个去调整安尼。但老师有家己的看法咯，讲查理三世，你认为这 Princess Charles 其实无遐歹，是咱台湾吼，或者是讲伊其他的媒体啊，甲丑化去。你的看法？昨暗吼，我就是因为我知影我要来上这个节目，所以我问我英国的同学啊，我就想讲，我看电视，其实我感觉查理三世其实毋是讲足歹的，毋是像咱台湾甲讲的花边新闻这样啊，所以我的同学甲我讲，他直接他不喜欢啦，就是讲伊甲戴安娜迄代志伊无法度袂记的，对，所以我同学就标准的英国人吼，伊就是伊的意见就是安尼，所以。但是查理三世因为伊的足多的新闻拢是伊个人的这些个性上面的这些小点，但是伊的价值少去互人去甲报出来。比如讲，伊是威尔斯亲王，迄阵伊要加冕的时阵是伊21岁的时阵加冕嘛，就送去威尔斯6礼拜伊去学威尔斯语，然后所以伊加冕的时阵，伊的宣言伊已经会使讲威尔斯语啊。然后迄阵电视甲访问的时阵，伊就讲问伊讲，你对威尔斯的了解是啥？伊讲，伫遮我了解语言甲文化对遮的人是足重要，因的认同是有深度的话哦。对，足重要的一件代志。我完全了解因是安怎要去保存因的文化甲语言，然后我嘛了解，我嘛认为讲，即种。因的文化是足大家去保存的，所以伊家己去学威尔斯语。那威尔斯伊到97年公投，所以伊就成立威尔斯议会。但是成立威尔斯议会的时候，国民议会的时阵，伊没有立法权利，伊的立法的权利足少的，所以因国公投一摆那像是2006年，因国公投一遍啊，然后让他们开始有立法的这个权利，这样，所以因公投2遍哦，然后
99年就是威尔士议会成立的时阵，女王跟查理王子就是去替他们的议会开幕。自此每一年议会开幕变成惯例。嘿，伊都去，伊个听大家要讲啥。然后呢，后来这一次9月16号的时阵，伊去威尔斯。啊，然后伊就甲威尔士伊的迄发言内底，所以伊大概的发言拢是威尔士语甲英语，伊都是白领国。伊若去威尔士，伊就变做白领国，伊的迄发言拢是威尔士语，前面2段讲威尔士语，然后后面就讲英文，然后再讲威尔士语这样。然后伊就讲，我做议会创立到即马，我10年来我听恁的讲话，我知影讲，恁的愿望是啥物货啊？我想咱共同的目标就是替这个所在的人因的福利去奋斗安尼。然后所以其实讲的话就是也去找因的共识啊，然后非常尊重就是地方的应该的决定。所以我感觉若要国王吼，英国的社会足重视讲，你这个国王，你有尊严无？你是不是一个 dignified 的国王？啊，你是不是 restraint？ 优雅，嘿嘿，你是不是优雅？然后有尊严，然后你会使控制你家己。啊，上重要一件代志，你是不是有同理心？你是不是会使了解别人是要安怎做？看起来其实威尔斯是有的啊。就迄电视伫遐转播的时阵，现场威尔斯对查理3世是足欢迎的。大家若像迄看迄5月天出来有没有尖叫啊，然后欢呼啊，要叫国王来甲伊握手啊，足侪囡仔哦，就是青少年，然后就在旁边等啊，然后那个所以迄阵那个电视转播的那个记者伊就讲，这是我看过这几个所在上欢喜的所在，因为女王过身吼，应该大家拢感觉讲心情无好，但是伫威尔斯大家心情反而没有那么的哀伤，看起来无遐悲伤啊。因为伊看到新的国王，因真欢喜。这国王是逐年拢来，因为伊做60年的威尔斯亲王，对不对？做家嘛做禁锢咧吼。对，伊逐年拢去，就是69年嘛，70年，所以至少50年，对。所以伊逐年拢去啊，然后大家都讲，其实威尔斯没有任何地方是他不了解的，所以我感觉伊不是一个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国王啊。事实上，那个 YouGov 英国的迄 YouGov 问讲，大家讲，你觉得威尔斯你觉得查理3世是一个好国王吗？然后在女王去世以后，那个整个市的那个比例就这样直线突然就升高，所以我想这是咱今嘛因为正式的场合闭嘴啊，咱也才正式的去认识查理3世。其实这讲起来嘛真矛盾的吼。咱一方面吼看起来是虚伪的元首，吼一方面呢，大家又感觉讲像我一头起就讲，咱一个女王一个国王，敢若变做会翕相，参加主线，会活动，甲你握手。咱需要为着要甲你握手，来一年来开遐济。但是另外一方面，英国透过这个英国王室，一年嘛赚了真侪观光财啦。是安怎英国人会做不出这个决定？讲无你的王室就亲像其他欧洲共款，你就替甲恁这代，恁这代就一条高处为止。老师，你的观察呢？讲较直接就是讲吼。英国王室有法度扮演角色，就是讲你全世界讲我一个，我都做这个代志。像我高门独市啊，高门独市，就讲你日本的天皇你嘛做袂到，荷兰的女王啊国王你嘛做袂到。无迄个事，因为我顶边有一个帝国的传统嘛，就讲我有法度全世界去嘛，对无？恁全世界拢知影我英国嘛。即摆因为我英国迄个女王的伫咧，所以讲你来伦敦，你用迄个会去迄个白金汉宫，你会去迄个。我远的伊个我皇宫去看卖啊咧，所以迄观光客迄落，啊，迄个新闻度，全世界迄个新闻度，绝对无甲一个国家的有甲讲有迄个国王啊、女王的，有法度去比的，吼。这是我感觉是英国这几个迄个王室上大的迄个特征啦。所以讲你甲看，这个人拢去注意到这个状况，吼。啊，因为我感觉这个环境，所以讲。伊煞来过身，伊个时阵，你来看即马即边的全世界啦，迄个元首差不多拢会真侪人拢会去，这是真大的
真大的影响啦，吼。所以讲我感觉英国人我拄仔讲的，就讲可能这方面对因来讲，我咱大家若无讲感觉真有重视，慢慢甲这个王室废掉，咱是哪要甲留下咧。我拄仔讲迄足艺术的部分，咱传统咱是哪无甲有。未处理的就暂时甲坑。无法度有重视甲变动嘛，所以讲咱先卖变动嘛。讲较本身就讲无嘛无败害嘛。老掉无败害。有正面的迄个所在。就是新研究无伤身体。无败害嘛，所以讲咱个暂时甲维持起。吼，所以讲我感觉这是应该是一个迄个因大概维持讲这个。但是老师，你安尼讲起来吼，下一句话咯，先研究无伤身体，再来研究就有效吼。但是王室的存在，是毋是整个对着英国的社会某一种程度会停滞不前，会退步，甚至小可保守？譬如讲阶级化。我是感觉这一部分，我个人啦，吼，我个人的想法是有一寡负面的所在，吼，因为英国不只是讲有女王国王，吼，即摆国王来听，伊还有一个封爵位，你个公爵啦，什么这是一群人，吼，这个部分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所无的，吼，因为即摆人封爵位是因为讲你对国家有贡献。唔是讲咱传统的讲，因为你血统的问题。因这种体无啊，一世人传落去。这个部分，吼，所以讲在英国这个社会是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注重这个态度。我是什么态度？我是公爵，你一定要甲我称呼我是公爵下。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是变较传统的，有小可我认为是小可负面的所在啦。老师，你伫牛津读册的时候，敢有拄到这种感觉？这是足明显的。我家己写论文的时候都安尼啊。你写论文的时候，你若公爵，老师就甲你讲咱在英国这个社会写论文，所以咱嘛要尊重这个社会的文化。所以讲，你其实论文你嘛要写 Lord 什么人吼 ，Sir 什么人即讲，你表示讲，这一个社会内底真亲密这个感觉嘛。讲我是真注重这个态度的，唔是讲讲虚华尔哦。唔是虚伪化，是真正讲，你有这个态度，无这个态度，对这个社会对你的尊重都是无共的哦。所以我感觉，因为我个人是读人权法的啦，所以我可能较严重啦，我较严格的标准来看这项代志啦。因为伊甲人已经去区分啦嘛，这区分唔是因为你拍拼，唔是你个人的成就的问题，你是讲你的血统的问题。这就是咱你计是传统想要拍破的物件嘛。这是一个阶级化嘛，吼！你拄咱拄讲哦，英国的价值有一部分是多元化哦。因为足奇怪，所以我讲真正矛盾的。所以讲这一部分小可有矛盾哦，对不？你这多元化未甲阶级化有小可有冲突的哦，对吧？所以我感觉这可能嘛是英国吼，伊慢慢可能会爱面对的一个状况啦。好，一个状况，系啊。老师头也点头吼，讲 diversity， 甲这个贵族化，甲这个阶级化吼，这个中间老师的观察咧。我都甲迄拄则那个查理三世，伊的好处，我搁甲讲一下，就是伊搁做两件代志哦，一个就是伊的迄 proclamation，就是伊即位的时阵的宣告仪式，伊嘛是这是世界第一摆看到英王即位的宣告仪式，伊就是。决定讲要互伊伫个电视转播，互大家拢知影伊迄到底是安怎进行的。进行中间，伊就爱去讲伊的迄誓言吼，就是讲伊即马即位所以呢，那个誓言里面，他给自己的定义是 Defender of Faith， 就是伊是信仰的守卫者。然后呢，这个信仰就是在他的国境之内，伫个英国的国境内底所有无共的这宗教，伊拢要甲守卫伊的迄信仰的这个自由，所以伫遮咱都知影讲，其实由一个很传统的王室，然后来去承认讲，阮即马已经英国是一个就多元 diversity 的一个社会我要来去守卫这个 diversity， 所以我想。对，就像讲，就像廖老师说的，就是讲，伊这
传统吼，其实嘛是一直喺变的，因为伫乔治6世的时阵，就是伊家己的阿公英女王的爸爸乔治6世，伊喺宣布就是他在即位的那个宣告的时候，他的誓言里面，因为伊家己是就是天主教，嘿嘿，伊家己被用比较天主教的这个方式来讲，因为他们都是英国新教，不是伊就是英国国教的教主，但是伊被。然后一发现他誓言来的有就是背离宗教的背离天主教的这个文字的时候，伊就感觉讲伊不爱用啊，伊讲伊他还是要谨守宗教的这个条，就是他的单一的宗教的这个规则啊。然后所以到查尔斯虽然已经100年啊吼，但是咱会使看到讲这中的转变，就是讲我已经承认我家己的国家是一个真多元的国家，我必须，我若要做这个国王，我必须爱去保护因的多元的空间，所以非常趣味的，就是伫咧食，这是两个极端。上无啊，还有拔喙水啦，吼。啊，不过西敏寺是英国国教真重要一个所在。是，你注意，伊唔是天主教堂。哦，英国国教。对啊，西敏寺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所在嘛。所以讲，我来讲，这是英国真正趣味的所在啦。伊甲你讲，我爱宗教的多元，啊，毋过我有英国国教。我甲大家讲，我顶面我发现讲，英国有一个法律，伊叫宗教诽谤法。啊，毋过宗教敢只是讲英国国教安尼，无包括其他的宗教。这就是种英国真趣味的所在。下有下掉的，但是要用无用。迄落对吧？所以讲，伊的多元甲迄落真嘛是真迄落真特别的所在啦。就法律慢调，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应该在无同的角度去看英国啦。看到伊某一面的正面的，嘛是某一面的好面。不过我补充一个，是安怎查尔斯迄落逐年拢去英国去，拄啊讲威尔斯的 Assembly 去开无？这代表讲，我才是真正的。我君临楚地，冤对，伊甲女王做伙去，因为迄是1999年迄个 Wales Assembly 开始嘛，对无？虽然你有议会，啊，毋过歹势，甲伦敦迄个国会共款，你要开议的时阵，是我爱去的，这才就代表讲我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啊，你咧威尔斯嘛共款，就讲你毋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国会，你是伫我下骹。啊！你即摆有家己一个议会无毋对，啊，毋过爱歹势，爱我来开无，我来开会，你才开始去做你的进行即个迄落议会的迄落各个所有代志。只要讲对政治还是法律的是个战术来看，这是非常的一个讲，我代表讲，我才是即个所在真正的元首啦，毋是恁威尔斯人吼。啊，第二，伊是安怎讲去一路真侪学迄个威尔斯语，其实这是民间的运动嘛。威尔斯人在讲，我要恢复我的威尔斯语。你即摆去看，人去威尔斯，你看迄路牌拢双语。啊，为什么？因开始恢复即个威尔斯语的运动。啊，所以讲你一个王室，一个迄个王主，啊是讲你即摆做个国王，你要面对即个问题嘛，对无？啊，来讲伊真正遮尔diversity，伊20年前伊应该都爱讲安尼啊。是。我立法，互恁真正，我赞成立法，互恁威尔斯本来就爱双语啊。啊，所以讲。这是慢慢啊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动啦。啊，不过你讲真正是因为伊在做这种改变的吗？我是无法度讲安尼啦。就伊确实有要面对这个变动。啊，不过我是感觉这袂使讲是因为是英国王室真正讲足注重这个多元的文化，所以讲伊在威尔斯有一寡改变的。这毋是，这是当时1998年工党执政的时阵。伊所谓讲的权力分享 ，devolution， 就是讲我权力下放，好苏格兰，好威尔斯嘛，政治上有这个决定，走这个成果，毋是绝对毋是英国的女王。我讲个感觉直接咧，绝对毋是英国，毋是因为伊丽莎白，这是因为政治交流政治发展，对啊，我感觉无需要再美化英国的迄落啦。王室啊，就讲伊丽莎白女王嘛，伊确实袂歹，啊，毋过我感觉，嘛无需要讲，甲啥物好诶拢讲伊啦。这内面有一个，咱面对着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生活，甚至是政治组织吼，一个根本上的看法啦。咱人生在世间，吼，咱所有本地的这权利，吼，毋是啥物人来互咱的。
是咱家己本地就有，咱也家己去争取吼。啊，但是咱来听看卖林老师对着这个查理三世吼，伊的看法。但是英国的宪法已经是君主制啊，所以皇室其实是一个，应该是讲像名人甲明星安尼，只是它比较象征性的。其实英国的制度宪法，伊是国会制的，伊毋是交女王交因皇室是无啥关系。是，所以伫即个新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伊在登基的时阵，伊有特别讲伊会尊重宪法，伊会遵循宪法安尼，这是真重要的。就是讲，我今仔日毋是来做王的，我只是照传统来登基安尼。虽然讲查尔斯三世伊交女王的处理代志的方式是非常的无共安尼，具体有伊妈妈在家己打咧，啊伊真诶，伊就家己变国王啊，所以伊应该是有真侪代志伊爱翕习惯，但是伊阁有年岁啊，所以想要去改变伊诶习惯啊，还是伊诶一寡想法，可能较无遐尼简单。林老师是讲到较保守啦吼，讲吼，落来看伊后手吼，佮安怎继续做啊？上后面吼，咱他都有讲到，要请陈老师来感觉吼，这一次整个英国女王的过身，乃至到讲出殡，在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这过程当中，这女王在世吼，这个 BBC 的这个角度，老师你的观察？对，就是 BBC 伫咧阮学界内底，然后我也是讲，一般人的这个概念里面，伊就是较好的新闻的一个品牌，就是讲伊是公共媒体，内底公共性。做了上好，啊上公正，啊上中立。因为即马BBC 嘛是讲伊要搁有一个法章吼，就是讲 impartial 啦，伊要报道新闻的时阵，伊新闻处理的方式是要照中立的安尼。啊，但是即摆女王过身的时阵，我看规个网站拢乌的呢。嘿，对乌的，因为伊女王应该是9月8号嘛，吼，8号应该是礼拜四的时阵伊过身，啊，我也未开学啊，然后我开学第一个礼拜，拜五的时阵我要上课啊，我要互因看 BBC， 啊，到尾啊 BBC 一拍开。点到那个新闻的时候，一打开嘛是 OA， 所以它已经黑了大概7、8天了这样。然后我就讲这个 BBC 很任性啊，它大概要12天都是黑的这样子。我就跟学生安尼讲啊，其实你伫这个时阵，你就了解到一件代志，无论伊是安怎是一个公共媒体。伊甲即马，伊感觉即马是英国最大的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就变做一个英国的公共媒体，所以对伊来讲，其实即马是要安怎伫伊的报道内底，甲全国的人民因的迄感情徛做伙，迄是伊即马迄报道新闻的时阵，伊感觉上重要的一个代志。啊，所以迄阵啊，伊迄快报吼，女王一去世的时阵，伊迄快报马上就出来。那他的那个伊的迄王室的特派员哦，叫做Johnny Diamond。那 Johnny Diamond 呢，他的那篇文章就写 "This is the moment history stops"， 这是历史到家为止。嘿，历史伊拄则女王的迄丧礼开始的时候，他又说，这个门整个关上了，这样子。你说，所以对我来讲，老师你有感觉讲，这个代志就跟他廖老师讲的，就是英国啊，小可矛盾，真侪代志其实是矛盾啊结合到顶。嘿，是啊，迄阵我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讲，是对你来讲，对我女王停止，历史没有停止啊，吼是安怎伊要安尼讲，然后那个当然嘛，伊家己就有感情的，所以伊规个伊是用伊走王室新闻啊，伫咧英格兰这个非常主体的一个位置上面，伊要讲安尼的话，啊到尾啊，伊迄阵啊拄啊去世的时阵，现场转播，然后那个主播其实伊旁边就是 Johnny Diamond 伊介绍女王的时阵，伊就讲
大概拢叫伊就是伊丽莎白二世，或者是直接叫 Queen， 或者是伊丽莎白的 Great 这样。我是第一摆听到呢，但是伊就底下讲出来，伊讲这就是伊丽莎白的，就是女皇哈，就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女皇。迄阵那后来足侪工的时阵，我看 BBC 的报道吼，伊就是报道讲女皇在印度独立了后，伊去访问印度啊，如何又让印度人又喜欢她，然后跟英国重修旧好，然后或者是到尾伊个去访问马来西亚，她如何让马来西亚又跟她重修旧好这样。但是伫个女王还未过身的时阵，我有看过足侪新闻。迄阵2019还是2020的时阵，威廉王子甲凯特王妃因去访问加勒比海哦。其实迄个访问成果就无受欢迎呢，嘿，就无受欢迎的，因直接看官人啦吼。对，因直接示威吼，就是讲因过去的这些殖民地其实就不想要再跟国协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其实对国协有很多复杂的这个情绪。那到尾我就转台了吼，我就跑去看那个英国的第4频道，就第4台安尼。迄就无共款。啊，第4台伊就直接去访问牙买加哦，就访问牙买加讲女王去世，你的想法是安怎吼？牙买加就讲啊，阮当然嘛了解讲女王过身吼，英国人会足艰苦的，已经毋是讲我会足艰苦的吼啊，讲但是这12天吼，你要叫我安尼哀悼12天，这实在是太长了。伊就直接安尼甲你讲啊，然后那个纽西兰伊的迄总理那个 Jacinda Ardern 伊就讲他在有生之年，他预期有生之年，纽西兰会成为一个共和这样。哦。所以其实这些讯息在 BBC 里面，看无？嘿，伊拢甲你冻掉啊，无就甲你扫到足边啊，你迄毋是伊新闻报道的主体啊，然后其实迄阵我就感觉讲，这好像就是 BBC 变得非常的保皇吼，伊就是对王室足保护的啊，然后你讲好的，就是讲伊真正甲英国足伤心的人徛做伙啊，但是其他因为有抗议的迄人吼，因现场不止遐多呢，嘿，不止遐多啊，因现场就互迄警察逮捕，警察逮捕的时阵。因边啊有一些民间团体就抗议啊，这样，第4频道会去访问抗议的人，是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英国就是上最人读的报纸叫做《独立报》的 Independent 就直接把那个抗议的人对着那个查理3世讲说，你敢知影？你的游行的前夕温爱虎伊就给他剪出来，然后直接放到上面去，嘿。然后，所以这些东西你在 BBC 都看不到，所以BBC 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我想应该就是为敌全国团结的角色啦，安尼。然后但是好的代志就是讲，英国伊的媒体的生态是足多元的。你 BBC 看无到这样的物件，你去别的媒体你嘛会使看得到。是，上后尾要请廖老师来讲这个英国改家。女王的过身查理，咱讨论得真济，对着咱台湾的启示是啥物？我是感觉因为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啦，吼。我是较无对这个角度啦去看啦，吼。不过我是感觉讲，其实在看是讲英国真正咱讲的那个英国价值。英国价值虽然讲有这个国王还是女王的存在，不过英国价值是慢慢来讲，过了100年发展。是真注重这个价值，当然袂完美。我要讲的，无可能完美。不过这寡价值，我是感觉，嘛是咱大家迄落真正去会使去思考的。比如英国真注重伊传统的文化，即古迹啦，自然姿态的保存啦，我这种民主、法治、人权的这寡概念，我感觉会使颠倒是咱较注重这部分的啦，毋是讲。拢看八卦啦，拢看讲迄八卦的这新闻啊，甲迄落精彩的部分来讲，较深的这个价值，可能大家咱去思考英国这个价值。我感觉提醒大家，英国伦敦的奥运，你看迄个开幕式，我感觉迄个就是真正英国文化多元真多的呈现，真正是厉害。这我感觉在建议大家若果有机会，搁倒去看迄伦敦奥运迄个开幕的迄，互你大家讲全世界讲。你来看，我一个奥运安尼开幕哇，佮我来再讲英国文化有偌深有偌多元，
哎呀，这是真正我感觉无简单的代志。但是我是感觉两位吼来到现场，我一个启示就是讲，这个咱来讨论英国王室照着这个女王吼的过身，咱来讨论个王室的存在还是卖存在，这个意义就是咧，互咱思考，这个物件的存在无代表讲伊一定合理，但是伊存在是毋是有在伊当地的这个理由伫的，咱就要来理解。啊，尤其是吼，这个英国强调讲伊是文化多元性，咱台湾嘛是类似呢，嘛是有文化的多样性吼。尤其咱的文化多样性，其实是这20-30年才开始来倡导的吼。这我感觉是对英国女王过身了，咱会使来搁较来思考吼。啊，不过你要尊重中华文化。好，这就是必须这个国家吼，我感觉老师也讲，其实台湾这个国家还佫无成一个真正。